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1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花莲今透早，佮连续发生2届地震，上大规模有到5点重，上大震度有到4级，全台湾拢有感觉力摇。苗栗第2届书记官今年2月2日因为过劳发烧住院住3届，上尾引起败血症，肝衰竭过身。美国众议院通过953亿美金乌克兰以色列台湾等印太国家的援助法案，但总统府表示感谢。新闻一开始，先来看花莲今透早10点40分，是搁再发生规模5.6的地震，上大震度有到4级，全台湾拢有感觉力摇，而且过无半点钟是搁再又一届。气象署表示，这届源头是甲4.3的大地震所引起的地震尾是无共的所在，应该是4.3的大地震摇了后造成的转移作用。请民众免过头惊吓。位监视器的画面会当清楚看到停靠伫门口的汽车对地震一直摇晃。当地活动中心拍倒球的民众嘛感受会到地震一直摇。是没有上次3月那时候4月初的时候大，但是就是还蛮大的。到伫早起10点40分，花莲海峡发生规模5.6的地震，地震深度30公里，上大震度是4级。人较无30分，早起11点07分，花莲县近海搁再发生规模4.6的地震。气象署表示，虽然这届规模5.6的地震是4月初3花莲强烈地震的地震尾，不过发生的所在小可无共，伊是伫花莲偏南部，毋是北部，应该是4月初3花莲地震发生了后所产生的应力转移作用引起的。一个大地震发生以后，这整个震源的地方的应力结构，它会有做一些重新调整。那应力也会有一些做一些转移哈。那本来北部的地方是它今天这个地震的一些屏障的范围啊，因为这个屏障减弱以后，也有可能会触发出南部这边的地震，它会提前的触发这个地震。有一个断层在那里，但是它是卡住的，全部都推不动。现在那边已经破裂了，开始滑动了。这时候菲律宾海板块从那个西北折过来的那个地方那个空白带现在就可以推挤了。根据气象署的统计，4月初3强烈地震到即马已经发生900多届地震尾。地震了后，除了太鲁阁真侪所在断几落过，就连秀林乡的木瓜溪水源头也产生一个面积有5.6公顷的淹塌湖。囤积的水量有43万立方公尺，都相当是226个国际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聚落的高层距离河床高差大概还有10到20公尺的一个高低差，而且部落距离这个堰塞湖也相当的远，所以不会对下游聚落造成立即的危险。好佳在经过评估，准讲俩放弃水尾的东门甲营丘部落未受影响。不过林业署原来呼吁水尾的居民甲游客，千万唔通去客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顶届花莲大地震，虽然国民党有提出4.3震灾定检条例，要编151个特别预算协助定检，不过因为诸乎大家意见拢无同，到当时也无法度决定到底是要拆，也是要补强就好。其中向大红端的山海关大楼下晡已经先投票，要用补强的方式来暂且度看卖。为了要花莲乡亲能了解4.3地震灾害重建条例内容，花莲县府邀请包含受灾户、观光产业者代表参加说明会，解说已经交付立托的4.3地震灾害重建条例内容，包括即要认定是红单拆迁重建，重建费用会由中央政府专业来负担。相信在5月20号前后会3读通过，到时候150亿的资金的挹注。不管是在花莲也好，新北还是台北市的万华也好，也是桃园也好，通通可以使用。另外，伫即摆地震中被认定是红单的山海关大楼，经过结构技术搁再确认，即阵已经无伫个拆除的名单内。抑过未来是要拆掉电器，也是要来补强。管委会伫2月经由投票来决定。包含委托出的部分总共有89票，那里面有74票是赞成做耐震补强的，14票要做重建，1票是无效票。所以我们到了已经在今天决议，我们要走耐震补强的部分。山海关的决定，真做4.3地震了后，花莲头一栋要以补强来恢复加远的大楼，外界也真关心是不是真做指标性。现在目前有强制拆除，就是说它的这个建筑已经倾斜，那持续有变位的状态哦。那现在目前有9栋，那至于其他的大楼，他们都
是属于还可以去做修复跟补强的，所以我们就是很希望他们能够走这个弱层或者是耐震补强的这个方案。也若通说大楼是继续维持红单，恐惊面临拆除的命运。不过是伫原地，也是别个所在定起，将做住户上大的争议。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原地重建。那这个部分不是我们可以去这个投票决定的，那必须还要经过观察，比如说地质的探勘或等等后续政府的一些配套措施。根据花莲县政府前统计，0403的灾情比0206更加严重，大约2000多户红单黄单，其中红单54栋，黄单58栋，需要赶紧来决定后续处理的方式，争取时间、争取经费，才法度让受灾户较早回去家园。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苗栗地方法院一个书记官今年2月，若是因为过劳发烧断医断3届，上尾煞引起败血症，官甲腰子衰嘅过身。意思就是因为伊的配属法官交办的工课受过济，压力受大，才会害伊来判病。也法院是回应讲，伫咧伊断医的这段期间，拢有一直的关心，会赶紧来查明真相。社群开头一称，台中地院法官萧玉豪发起一个标单的统计，写假伊甲讨厌法官名单，要提交予司法院发出书记官的心声。讲到苗栗地院一个姓陈的书记官疑似伤过操劳，其实无法做3摆发烧断医，最后败血症，合并肝甲腰子衰竭。今年2月不幸过身，留下当时才出世8个月大囡仔。当案件量变大的时候，文书的量就会变大，联络的量就会变大。当法官自己本身都没有办法负荷的时候，想当然的书记官一定也是没有办法负荷。这个姓陈的书记官只有30多岁就破病过身，有法官讲，疑似配属法官交办的工作压力造成伤过操劳有关系。也法院的同事讲，主管考虑无人欠骹手，伊就苦劝叫伊较慢才请长假，高层更加互指控。对发病到过身，断医拢无人来探病。我每次都跟陈书记官说，你累了就休息，该下班就下班，加班不要来。可是当你的桌上就是堆满案件，书记官要怎么办？这整个制度性的问题，不是一定我有能力去操持一个书记官。科长有跟陈书记官就是恳谈，那就是说当时的就是状况是不是许可？可以到就是帮忙到年底，他就是说他非常的兢兢业业，都说可以。苗栗地院发声明，成立组成专案小组来调查事实的真相。澄清断医期间拢陆续表达关怀，将依赖同事也自发募资33万外块来帮助书记官的家属。伊的配属法官是感觉真悲伤，讲拢有提醒伊爱休困，也不过真无奈，这个案件最甲实在无法消化。司法院也很重视书记官等同仁过劳的问题。我们在做司法机关的人力评估时，绝对是朝增补所有人力的方向在规划，不会只增补法官的人力。对于树林地院立法官对老死亡了后，高等法院大法官也向伫办公室昏倒，像伊个有但书记官敢像伤过操劳过身，相关案件一直逼出来。司法院推出的解决说法，司法度解决工作量无法度负担的这个难题，拢也需要观察重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中和新路线昨暗5点多，有一台车厢熊熊导火，加在是有旅客紧摕车内灭火器拍火，行控中心嘛紧安排车顶的750个旅客改坐其他的车帮，初步判定可能是有旅客在行动电源导火，才会造成详细搁来调查。20下晡5点外，这台中和新路线头一节车厢内底，熊熊窜出真侪白烟，甚至也有看到民众看到敢若火光。原来是有乘客早行动电源敢若导火，窜出烟出来。加在其他的乘客赶紧用车厢灭火器来拍火。也不过事发当时，依然有真侪旅客惊到，还是会吓到啊，对啊，但是就赶快找站务人员。台北捷运公司回应，若拄到这种状况，北捷拢会事先来确认事发地点甲车厢的所在，用广播来引导旅客离开这个烟雾车厢。同时，请旅客使用车厢灭火器来拍火，并且随通报行控中心安排疏散，也通知 H 站传好灭火器来疏散旅客。等到状况摆渡了后，列车袂载人客，立即送回机场来进行处理。按照 SOP 安排，车上大约750位旅客改搭后续的列车，处理时间大约4分钟之后，系统恢复正常的运转。根据统计，像这款的行动电源加导火情形，在2021年也捌发生在台铁列车顶面。
当时也是用车厢被火器拍火，才确保乘客安全，引起外界关心。像是行动电源这随身的物件，要安怎来确保这安全性？专家提醒，买的时阵除了确保合格认证，使用时阵若发现这状况，上好现杀买个用啊。年限用比较久，它可能使用电源就已经有鼓包，就是膨胀起来的状况就不要用了。或者充电之后你有手拿不住的异常高温，或者说你有摔到。把这种这伫调看敢是去，好有这旅客主动出面来说明。另外，有这个事故影响列车运行，八节也找专家、学者甲主管的机关来研究开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是出名的观光地区，不过受过侪观光客所去影响到在地人生活。当地有数千的居民是行街头抗议，希望政府会当卖阁起饭店，而且爱限制订岛的人数。吹向海的西班牙观光景点加那利群岛的居民，在当地20行上街头示威，要求地方政府限制进入都市的观光人数，避免观光光害继续破坏都市的环境和基础设施。Destructor y devastador de espacios naturales que solo nos lleva al colapso, que agota todos los recursos y que precariza la economía. Canarias tiene un límite, el territorio canario tiene un límite y la paciencia de la gente también. 加那利群岛因为有多种气候、加地形地貌，加上丰富历史人文，加做旅游胜地。2023年，敢若是去当地旅游的外国游客人次都1390万，是220万居民人口的6倍多。虽然观光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占规人 GDP 国内生产毛额的35%。兼过过度观光，加上进入当地要厝度假金条，所以一直增加居民生活加住房的成本，和厝势一直起，居民生活真痛苦。暂时除了地站租出去的空房以外，搁要伫有名的拉特吉塔海堡起2间度假饭店，引起居民的绝食抗议，要参加示威活动，该坐轮椅。Esa huelga de hambre es la que tenemos aquí planteada desde hace ya 9 días, que 6 compañeras están en esa huelga de hambre, presionando, intentando presionar para que realmente se haga caso de un sentir de la ciudadanía, que es que este modelo turístico. 居民因为厝价伤悬，做袂起厝。不过当地政府今年会通过一项法律草案，加强对地租房源的监管，包括限制租金，来保护长期税厝的人，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玉。国防部公布，昨暝中国军机过来17抓飞过海峡中线，挖来咱北部、西南部的空隙，上近离家人敢若41海里。今美国众议院是通过953亿美金，针对乌克兰、以色列、台湾等印太国家的援助法案，咱总统府嘛表示感谢。强军持续对台湾威胁，国防部公布到22早起6点，24点钟内拢总查到21台强机、7只强舰，其中17台强机飞过台海中线进入北部、西南部空隙，上近敢若离家人41海里。对这代志，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表示，强机为这飞到总统府的天顶，可能敢若4-5分都飞到，国军恐惊无预警的时间。大概4分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总统府，总共时间。那是非常的快，那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他的空优，以他的制空权掌握在他手上，就有点兵临城下的感觉。让我们台湾在军事上面会猝不及防。国防部讲，国军运用任务军机、军舰也敢换伫防空飞弹，严密监控甲应处。美国原来持续加强挺台湾。美国联邦众议院20通过总计达953亿美金的援外法案，向乌克兰、以色列甲台湾提供安全援助。It's a dangerous time. 3 of our primary adversaries, Russia and Iran and China, are working together, and they're being aggressors around the globe. Their advance threatens the free world, and it demands American leadership. If we turn our backs right now, the consequences could be devastating. 对于美国国会在中东冲突加剧、俄罗斯侵乌战争持续之际，仍然同意编列81.2亿美元，以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国防部要表达感谢。总统府嘛感谢美国国会搁再用具体的立法行动，落实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甲提升台美安全合作。众议院审议的3个拨款法案，分别是608亿美金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264亿美金援助以色列，各向加沙也甲其他冲突地区提供人道援助。另外81亿美金协助台湾、菲律宾这个印太区域国家强化威慑能力，因应中国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
目前中东的局势紧张，有旅行社就讲，过去咱台湾人去以色列旅行团，逐个月拢差不多有10几团，即马拢已经全部取消。另外，受到欠工的影响，机票嘛愈来愈贵。学者表示，这机票已经无可能搁转到像疫情之前安尼遐尼俗啊。就惊以色列甲伊朗中间冲突搁发生，国内伊朗旅游团最近出现取消的情形。尽管伊朗国内经济、人民生活一切正常，旅游的景点也相款开放，不过国内旅游业者坦白讲，国内民众对着中东旅游市场拢已经一直在取消了。以前以色列、约旦一直都是有团体陆续出发，一年当中，其实，如果说每一个月来讲都有几十团，台湾整个加起来，本来是一房难求的，然后现在的话是几乎你想去都有位置。旅游业者讲，因为中东的经济无稳定，其中包含以色列、约旦甲伊朗的旅游，第一时间内拢有出现游客唔敢去的情形。万一战事继续进行，国际油价恐惊会受到波动，这也影响到旅游团机票价格大起。业者讲，以10个即要出发的旅游团来讲，即阵已经伫顶礼拜完成开票，就惊即个机票价格会变动。随着疫情了后，旅游市场重新来恢复，学者分析，机票价格比疫情进前起65%，航空业营收增加27.5%，旅行社营收也增加7.8%。不过，以今年第一季甲去年第3季、第4季比较，机票价格有慢慢下降情形，预计未来也有可能会落价。如果能恢复到过去的20-30%，涨幅20-30%，大概就是已经是上限了。我认为这个时间大概还要有1年的时间，才会恢复到一个这个稳定的状况。学者认为，未来机票价格受到机位供应慢慢恢复正常，有可能慢慢来落来。不过，绝对无可能转来到疫情进前票价水准。有旅游专家建议，若是出国拍算，无一定爱伫1年前就买机票，应选择出发前7个月到前2个月买机票，较有机会买到较俗的价格。记者综合报道。全台北龙安女性资敬堂北家将成立到达120年，已经订立做民俗保存团体。女性资敬堂是全台湾北龙安5大条之一，今照管理登去祖庙拜寿。家长团讲5月要举办庆典活动，推广家长文化，希望会当改变社会对顶头的歹印象。民俗一笔一画当咧开面，画甲真有路，哪画哪比较完道，就是要呈现上界传统的面谱。家长经过开工仪式，准备出阵，这就是全台北龙安女性资敬堂北家长团，嘛就是调步正能宫的家情。这个长团对1904年徛管到达2架子，每当因照惯例对集福宫步练到元和宫祝寿，为了庆祝120周年，因头摆拜寿了后，伫境内设境祈安，请在这民众来见证历史的一刻。即卖伫外口听到拢是8+9这种污名化的物件，所以我感政府也是讲咱百姓拢爱去来了解这个传统的文化，真正有了解，伊就袂互污名化。资敬堂是北龙安5条之一，咱的面谱嘛是按阿公师，就是柯天将阿公迄个时阵就传承落来，按即马拢无去改做重大的改变，基本上拢是用较早上古早的面谱来画。伫清代到日本初期，迎五福大帝出巡是地方重要民俗。苏当时为了响应迎五部送瘟仪式，为求才成立这个众团。1915年大巴年事件，因虽然受到一寡影响，不过游园克服困难，经到即阵。若保留传统的出军仪式，定发甲家长编制，今年伊嘛正式互人登录做民俗文化资产保存团体。伊也得到咱台南市政府这个无形文化资产的认定啊，迄嘛代表咱规个社会对于咱这个传统的宗教文化，以及对着女性资敬堂因对这个家长艺术的推广一个上大的肯定啊。做难得的机会啊，所以嘛是借这个机会继续来达咱家长证明，来达外口的人对咱家长误解的一个较好的目标，互因看。希望讲对家长有兴趣的会当来这学习。咱继续来传承来安尼。女性资敬堂北家长团指出，5月会举办家长体验参导相片展览等系列庆典活动，嘛按算未来要成立文物馆，通互大家更加明白家长文化内涵。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今日真好天，各地高温拢到30度以上，台南的玉井过昼阁升到39度7。不过气象署5拜一开始会有2波锋面较贵，东北部可能落大雨，而且锋面影响的范围宽，中南部嘛有落雨的机会。照看这雨可能要落到几礼拜。
日头出来，不少民众透早就来公园散步做运动。气象署表示，虽然各地高温会到30至35度，暗过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8日开始，陆续有2波锋面会影响台湾。头一波是22度开始锋面瓦近，23影响24锋面会通过。第5波锋面会伫礼拜四25到位。华南这个所在，这颗的水汽瓦近了后，拜5甲拜6就会影响台湾。这2波呢所带来的影响，大概都是比较短时间的降雨为主，甚至会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的可能，就是时雨量大概超过40毫米以上。气象署表示，8日开始，西半部、东北部地区拢有明显落雨，而且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高温差不多是伫25度左右。拜四了后，锋面系统搁带来水汽，而且一直到拜6，水汽也是真侪。2波锋面影响范围真宽，东南部原来有落雨机会，渴望对水库的入水有帮助。大概会从礼拜2开始一直到月底都会有类似这种午后雷阵雨的，但是它其实是锋面型的春雨的发生。那这些降雨对台湾地区的水情它一定有帮助。那整体的水情仍然是要等到5月的梅雨的这个状况明朗以后才能更清晰。水利署表示，为气象署的预测，今年5月至6月，黄酸雨季的信号已经出现了，而且这个礼拜2了后，原来有强降雨的可能性。评估了后，认为水情的电荷无调整的必要，后续也是会变动做检讨。对6月到7月降水稳定的目标，真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31度。中部地区24度到33度，南部地区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23度到32度，外岛地区19度至30度。各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稍等下再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志刚，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